唔管今年好过歹过呢，伫咧2、9暝迄天拢爱互伊澎湃澎湃。过年要到啊，大家呢开始传过年的物件。不过对于这独居或者是弱势家庭来讲，开钱买年菜是真大的负担。真侪关怀协会也拢开始出手援助准备年菜，希望互这弱势家庭也会当好好啊过年。玻璃材料爱放咧马牙到轮边角。摕到年菜，阿嬷真欢喜，已经开始想要安怎料理啊。雄雄心肝头丢一个受到过身的后生，强要哭出来。哦，恁关心我无有。没啦。老人福利关怀协会趁过年进前，伫咧网架分年菜，予80几位的时代，现场阁有剧团表演，予时代有食，阁有笑。有鱼有肉哦，米糕哦，甚至今年阮阁会加一寡吼这个蔬菜哦，有长年菜，有菜头，啊嘛各类菜。现场由退休的剃头师傅来义诊，因家己创一个100多人的群组，伫退休了后，全台湾行透透做好代。退休了后吼，想讲出来做一下公益啊！台湾省走透透，新北市啦、台北市啦，哈，包括下港啦，阮拢有啦。过去俗语讲，囡仔欢喜过年，大人烦恼无钱。中华家福中心逐年拢会募年菜予受助的家庭，但是今年因为猪肉、菜色拢起价，一道年菜对1350块。起到1500块，目前年菜募款还阁差一半。咱中华家福拢总有1700户，3000几个困苦家庭的囡仔，每一年拢爱募上少250万以上的年菜。目前阮募起来来讲，已经差不多有4、5成，还阁差一半。中华家福中心帮助的家庭有单亲、身心障碍者、阿公阿嬷、带孙等等。买年菜对这个家庭来讲是一笔真大的开销，望大家会当做伙响应年菜捐款活动，互弱势家庭的囡仔会当欢欢喜喜过好年。记者综合报道。